每一届咱拢看到讲哦，台湾健保 No.1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看一寡数字，无一定够遐尼好哦，因为讲平均余命这件代志好啦吼。咱之前啊，咱台湾人是活了比韩国人较长哦。咱这几年已经死亡交叉，人活比咱较长哦。是安那？咱基因共款啊，是安即摆韩国人活较久。第二个你看吼，之前有讲咱迄，你有看到咱胃癌啊，5年的存活率啊，偌低。迄甲韩国甲日本比，拢差足多呢。所以莫阁想讲哦，咱拢偌高。其实，等咱一直拢讲无爱出钱，咱家己想要省这个钱，你爱付出的吼，是你医疗品质一定会拍折。拍折。第二，咱愈来愈侪这动静啊，也无人做。你后摆你渔民你看，你继续观察，无一定加韩国，后摆有其他国家嘛会超过来。所以你总讲你也想讲你省着钱，啊你开着命，爱敢好。所以咱会想讲，咱。大家出一寡钱，互咱的医疗品质来提升。啊，我以前讲我爱去健保，因为人讲袂要紧啊，阮去买保险、商业保险。那遐讲商业保险每一箍拢是你家己出钱的。啊，我去健保，我出一部分，政府会出一部分，你的头家嘛会出一部分。所以你讲我多出100箍吼，可是政府甲头家要加出600箍、700箍。但是他早苏先生你讲到这项吼，其实是对大家。直观来想就是讲无合理啊！是安怎？我甲拍病看医生，我会去互当这时的人来讲，你毋通看伤济，你甲阮的这顾大拢用了，这中牙关节这项代志，咱都无法度检讨嘛？这医疗，咱的导出不久吼，看这个表就知啦吼。这伫台湾迄阵啊，伫2020年6.6%，哦 ，GDP 的6.6%。日本11，韩国8点多，美国18。最近一个 data，2022年，韩国到9点多，日本11点多，英国11点多，台湾6点多。所以导出不足啊！你讲的未来要治疗活愈久，本来都要开愈多未来的钱啊！啊，你无钱无开，那有可能安尼？所以我就说，我们投资不足是一个关键。哦，真的要动这条肾瘤，要调整投资不足，跟我讲的就诊的秩序的规划，但是这两个肾瘤，就是你要很有勇气的政务官才能做，物件要读就对啦。所以我毋才讲，咱比如讲咱民生好啦，那讲我来坚持要支持讲医疗分级，恁有想要做嘛做嘛，无一定做会起啊。因为你总也无用规定的。刚刚我面前讲你只要看你袂使看急诊，你去别位，我操，叫我马戏，都要转告一直讲啊，只要病人太多到某程度，轻症缓看或转走，要同意这一点。只有一个医院做，那个该医院活不了。这爱大家同时间做啦，互你袂当走啊。爱制度性啦。